常常听人伫咧讲吼，新明星闹热时，毋是定定有诶。毋过观众朋友，你敢知影？即马买厝诶时阵，若准你边仔是庙，这庙是当做是企业诶设施哦。来看到高雄左营有一间庙，昨下晡呢，昨个礼拜下晡时阵举办绕境活动，却因为沿路甲你放真济炮啊，这炮虎是放甲规路，造成空气污染甲噪音。环保局接到检举了后，依照着违反空污法甲废氢法，加开罚单。路边放规排的炮啊，一放就亲像雷咧弹，毋但火烧甲真旺，烟嘛呛真悬。礼拜下晡，民众伫左营区拄着庙会示警，庙会人员沿路放炮啊，因为烟实在足大，附近徛家有人互惊着。我们还有我们会烧，不知道阮兜甲我看，阮先生有甲我讲，那声音好恐怖，足大声，啊个足长。因为有民众检举造成空气污染。环保局连夜派人来录影取缔，庙会顶头确实沿路放炮啊，舞甲蒙烟散雾。隔天来到现场，路边阁会当看到炮啊，甲路面变甲乌烧烧，规条路全是炮啊纸。环保局调查了，确定是左营一间宫庙新明示警活动造成，决定开单。在该路口燃放大量炮竹烟火，因产生路面污染、噪音以及大量粒状物的部分。本局将依违反废氢法第27条、噪音管制法第8条以及空污法第32条予以举发。原本是新明示警迎闹热，却造成空污甲噪音，环保局拢总罚款9960块。记者邓家文为做高雄报道。